大家好，歡迎嚟到呢條影片。今日同大家講解2025年最值得學嘅10種 Microsoft Copilot 創新用法。根據熱點數據 Hotpoint Data.com 統計，有超過80%嘅 Microsoft 365用戶話 Copilot 幫佢哋提升咗工作效率，70%仲覺得工作變得更有趣。想知點樣用 Copilot 喺 Word、Excel、PowerPoint、Outlook 同 Teams 入面變得更叻？即刻同我一齊睇，包你有驚喜。10種創新方式。Word 嘅靈感催化劑 Copilot 唔單止幫你寫文件，仲可以激發創意。我試過叫佢幫我 brainstorm 廣告 slogan， 幾秒就有幾個正嘅點子，超慳時。Excel 嘅數據魔法師，唔識寫公式 Copilot 救你，佢自動生成分析同圖表。我用佢搞亂七八糟嘅銷售數據，變成靚仔報告。PowerPoint 嘅設計救星 Copilot 幫你整幻燈片，仲有演講稿。我用佢設計過客戶 pitch， 排版同內容一流，贏盡掌聲。Outlook 嘅郵件管家，長篇電郵 Copilot 1秒總結，仲幫你回覆。我用佢清咗一堆郵件，慳咗成個鐘。Teams 嘅會議神器 Copilot 實時記錄會議重點，自動分派任務。我開會用佢，唔使再手忙腳亂抄筆記，工作流程自動化。重複嘅 task 交俾 Copilot， 例如整理資料同報告。我用佢自動生成月報，輕鬆好多。個人化學習助手 Copilot 會記住你嘅習慣，建議越來越貼心。我用咗幾個月，佢好似我嘅私人秘書咁。Core 應用協作王喺 Teams 入面改 Word 檔 Copilot 無縫搞掂。我試過，合作效率爆升。智能文件搜尋 Copilot 幫你喺 Microsoft 365揾資料，快到飛起。我揾夠文件，幾秒搞掂。創意內容工廠 Copilot 可以寫詩、故事。我用佢整咗首搞笑生日詩俾同事，笑聲滿場。呢10招只係 Copilot 嘅起點，仲有好多玩法等你試。用咗 Copilot， 工作唔單止快咗，仲好玩咗。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朋友，一齊用晒改變人生。下次見啦！